新北有民眾利用警察局的網絡系統佇咧線頂報案，不過鎖匙跳出別人的資料，這就讓人真煩惱，講這資料敢是有洩漏出去。新北市的警察局就趕緊偵測了後，是表示講無發現系統過樣，應該是單一的個案，會針對這個案件追究系統廠商的責任。若發生突發事件，要找人鬥相共，會使親自去警察局找警察備案。不過，警政單位其實有提供線上服務，會當佇網絡報案。不過，這麼哪點，新北市警局的報案系統網險正佇咧檢修，若是要報案，就要用其他方式改卡110或者成簡訊處理。會暫停服務是因為有議員接到電情，講佇新北市警局的系統報案，所看到別人的個人資料加報案內容。民眾在報案的時候，頁面跳轉到了別人報案的資訊。我在第一時間立刻通知警察局，他們也立刻去做全面的檢視。在市府推動數位化服務的同時，資安的配套一定要同步到位。不會覺得系統不安全，但會覺得對於民眾的資料保護沒有做好，因為或許會導致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。為什麼會隨便跳轉到別人的資料？一定是那個資料對接沒有做好吧？會有點覺得會有風險。系統出包造成個人資料外漏。新北市警局回應，經過實際測試，並無發現異常，算是單一個案，暫停受理網絡報案，已經聯絡廠商趕緊檢修案件的資料外漏所造成的損害賠償，會依照契約要求廠商負責。類似這樣的可能性很多，比如說在我剛才提到 Session 的負責人出現一些狀況，或者說很多政府的機關會做所謂的 SSO 在線登錄的時候，它如果在配置上面的時候出現一些問題，或是它的API 的部分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，都有可能會導致這樣的一個狀況。資安專家講，這種系統異常的情形，若是對內部的機制來看，有可能是甲負載並行的節點切換，抑或連線平靜的機制出問題有關係，會常常造成漸存的錯誤。不過，有人懷疑，敢會有駭客自外部攻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